Amber leaves are painting for storm. Golden light on a city I've never known. Cobblestone whispers a song of the old. Stories in every corner waiting to be 塔林 told. 舊城區係北歐保存最完整嘅中世紀城市之一。199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歷史可以追溯到13世紀，展現了強烈漢薩同盟商業色彩。1219年，丹麥國王瓦爾德馬二世喺圖姆皮亞山建立了城堡托靈塔林。愛沙尼亞語中代表丹麥人嘅城堡嘅意思。位於舊城內無面修士，身高2.5米，呢幾個青銅像代表咗中世紀修士虔誠祈禱。據傳與旁邊被視為鬧鬼嘅處女塔鬼故事，佢哋相信死去嘅修士靈魂仍然喺度祈禱。So right, so complete. 舊城區歷史上被分為截然不同兩部分，兩者之間甚至曾有大門隔絕，反映了當時階級對立。上城區係權力中心，歷史上由丹麥國王、條頓騎士團及後來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統治，地勢險要，象徵住統治階級威嚴。下城區係商業中心，由自治區商人、手工藝工人及工會控制，充滿了狹窄街道、繁華廣場與民房構建而成。塔林之所以能完整保存至今，部分原因係強大防禦體系。14世紀為了應對周邊強國俄羅斯、瑞典、波蘭威脅，塔林修築咗長達2.4公里城牆及幾十座防禦塔。雖然歷史上多次易主，但城內中世紀石造建築喺2戰中雖然受損，幸好卻未被夷為平地，仲保留原始哥德式與羅曼式風格。Losing all track of time in this beautiful space. Oh, this autumn air so crisp and so sweet. Got me wondering 克林 on 下城 these 區係古老商業中心，擁有北歐唯一保留傳統哥德式嘅市政廳。廣場四周圍環繞有色彩繽紛哥德式建築。熱天嘅季節，露天咖啡廳係好多當地人聚集地方。到咗冬天，城內有好多售賣聖誕裝飾嘅市集。聖奧拉夫教堂16世紀時係世界最高建築之一，目前依然係塔林顯眼地標。夏季可登塔觀看舊城區全景。喺舊城區有一所市政廳藥房，係現全歐洲最古老仍然持續經營嘅藥房。歷史可追溯至1422年，藥房角色延續中世紀傳統製藥方式，店內亦售賣一種戲稱失戀特效藥或者忘情藥，一種杏仁糖，成分主要杏仁、蜜糖。Oh, this autumn air so crisp and so sweet. Got me wandering on these European streets. Yeah, this autumn air feels so right, so complete. Cafe steam fogs the window pane, watching the world go by, forgetting the rain. Every stranger's face holds a smile I can't place, losing all track of time in this beautiful space. Oh, this autumn air